荣阿姨，干嘛？既然神树在此，那大唐和加尔木的边境在哪儿？其实我们到了神树，就代表已经进入加尔木了。真的啊？嗯。啊？哪儿呢？哎，哪儿呢？李公子！喂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别装死啦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喂，李清流。哎，你别吓我啊！李清流，醒醒！哎呀，你快起来！咱们还得回去交差呢，小青和严斌还等着我们回去搞漕运发大财呢。你就不怕我把钱都挣了，一个铜板也不给你留啊？你快醒醒！哎，李清流，醒醒！喂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等着，我找人来救你。你真要走啊？哎，你真要抛下我这个伤患呢？啊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！没被摔死，倒被你晃死了。你真是个混蛋！你刚才真的担心我？我没有，你眼里有我。我眼里只有人，没有骗子。龙阿姨，你真的就没有一点想法？有啊，你这个烂人说要跟我做买卖，其实是想利用夏九如的资源。你为了拿灯博美人一笑，还能各种酸师酸人。哦，还有，走亲那天晚上说要跟我比肩做什么买卖，也是骗我的吧？这个送你。哪儿淘来的草兔子啊，这么丑！这是2文钱一只买的吧？刚才你说的都是误会，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一起好好的做生意。这个我是按照你的手法编制的，出发野狼湖之前已经做好了，就当赔礼。你闻闻，上面还有草香。去，谁稀罕呀？你送给那些什么女山神、女勇士的，有的是人喜欢。既然你不喜欢，就把它扔了。哎，别！荣阿姨，干嘛？我收了，你赶路吧。走反了。我知道啊，要你提醒啊。等等我。不等。